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要开始礼拜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保守看顾阮过去的日子，互阮得到真实的平安。当阮搁来到你的圣殿，就是要透过礼拜，搁一遍，甲你三交陪，甲你三亲近。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整个礼拜过程，特别求主帮助阮，这个时刻会当安静阮的心，排除所有会阻碍阮礼拜敬拜你的所有的歹事，互阮的心怀意念得到保守，互阮用敬虔无下事的信心来领受你的话语，领受你的恩典。求主伫整个礼拜的过程中间掌权，引带阮来敬拜你。主，阮特别将你亲自所呼召的正当工，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透过今早起服侍的当工，来帮助阮礼拜。无论是献诗，无论是诗花、诗琴，也是传讲信息。求主拢甲所有遮个同工三甲伫地，伫每一个细节顶面固守，伫每一个过程中间掌权。恳求主你保守看顾所有的同工所做的服侍，透过因的帮助，将阮的敬虔表露出来，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也互阮领受祝福。主，阮也特别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看顾，互教会中间所有兄弟姊妹，会当透过教会的生活来丰富阮的生命，也透过教会生活彼此相听，互相扶持，追求上帝的心意，满足上帝的心意。阮特别将教会所有的属灵领袖，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赐福带领保守，整个教会佫较会当带予万民祝福。主，阮也将阮心爱的国家台湾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看顾，互台湾得到你的保守，拢有真实的和平甲仁爱。也求主兴起台湾正教会。互阮会当接受你交代阮的使命，伫即个土地做光做盐，来延光你的性命。恳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遮个，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恁种百姓啊，恁拢着打手，着用得胜的声大声阿罗上帝，因为耶和华至权的、通惊的，伊是大君王，管理全地。各位兄姐，大家平安，真欢喜，咱做伙来敬拜上帝。直接，咱来吟圣诗57首，愿大家阿罗上帝。圣诗57首，愿大家阿罗上帝，请起立。Amen.
请坐。大家来祈祷，恩典满满、慈悲疼痛的阿爸爸上帝，主阮感谢阿罗你，感谢你过去一礼拜的时间，保守阮出入拢享受到你所享受迄个平安。今早起，阮众兄弟姊妹组织伫圣殿敬拜阿罗你，通过今仔日的经文甲牧师的信息，我要学习到信心的功课。恳求主信心大大充满在阮的中间，来帮助阮。主啊，阮双年教会已经108天，感谢主。阮顶礼拜规教会去新德圣经学院做耶和华礼拜，阮有超过600人来参加，真是非常的感动。回想这108天的时间，主你大大祝福阮双年教会，互阮有侪侪产业，甲真好的信仰根基，就是迄个道步精神，互阮学习要安怎去服侍人。阁有系福音的祭，主啊，恳求你信心大大充满阮，互阮亲像伊利亚共款，会当服侍侪侪的人，将迄个福音的火，搁一摆点倒伫阮双年教会，互阮下一摆的耶和华礼拜，会当有700人、800人，甚至超过1000人来参加。我要经历你的奇妙，你的恩典，你的大大的祝福。主啊，我也要为着辛苦病痛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主耶稣亲自医治因，也有心神软弱的，主，阮恳求你亲自坚固因，保守阮的国家台湾，会当伫个卫生、医疗、农业、贸易、经济、科技、文化等等，诚做世界祝福。主，阮知阮安尼祈祷，犹原无够额。只是阮正会众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一声来祈祷讲：阮的今日的，阮的爱是，你的好领导，你的旨意怎样，你对你今日，阮的心天的阮，下面的国度，亲像阮下面我的人，我的所有的事，对阮的爱，因为我阮因跟我心所。大家咱做伙来启用，咱来掀开咱的信息后面第24页，启用第16篇，我来启，咱大家来用。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上帝啊，愿列邦阿罗你，愿万国快乐，因为你必照公道审判列邦。上帝啊，愿列邦阿罗你，地已经出土产，上帝必赐福阮。咱直接刷接来用唱歌圣诗阿罗上帝圣诗第6首，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请起立。主
济。接着，咱要来请男声合唱团来唱诗俄罗上帝，因要唱的是尊主最大。感谢主，真好听。做伙来，咱伫遮咱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个旧约列王纪卷17上卷列王纪上卷17章第8节甲24节。我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咱先开咱的圣经，咱来看吼。上主对以利亚讲：“你到西顿附近的撒勒法去，住伫遐。我已经吩咐住遐的一个寡妇供给你。”以利亚就到撒勒法去了。来到城门口的时，伊看见一个寡妇当伫咧抾茶。伊对伊讲：“请互我一点仔水啉。”寡妇要去摕水的时阵，以利亚话讲：“也请摕一寡饼互我。”
寡妇讲：我对因我上帝，你的上帝咒詛，我无饼，只有罐仔内底的一杯面粉，甲干仔内底的一点仔干仔油。我到遮来抾茶，是要带转去备办，剩一点仔会食面，互阮母仔囝来食。迄是阮上落尾的一顿饭了。以后阮只有踮遐等枵死。伊利亚对伊讲：免烦恼，去做你的饭吧。啊，毋过你爱先做一块小饼摕来互我，然后用剩的去做饼，互你甲你的囝。因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一直到我上主降雨的迄一天，罐仔内底的面粉用袂完，干仔内底的油也用袂尽。寡妇就去，照着以利亚的吩咐做了。因大家拢有济的食面来食，食到有剩，并且食一段时间。拄拄上主借以利亚所应允的，罐仔内底的面粉无用完，干仔内底的油也无用尽。过了一段时间，寡妇的囝破病愈来愈严重，最后破病来翘去。寡妇对以利亚讲：上帝罗卜啊！你为什么安尼来对待我？你到我遮来是要互上帝记伫咧我的罪，互我的囝来死吗？以利亚讲：将囡仔交互我。伊对寡妇的行程，把囡仔抱过来，带到楼顶伊住的房间，放伫咧面床顶。然后以利亚大声祈祷：上主啊，我的上帝啊，你为什么降灾祸？互即个寡妇呢？我照住伫伊的厝，你却叫伊的囝死。以利亚3摆拍伫个囡仔的身上，祈祷讲：上主，我的上帝啊，求你互即个囡仔回魂吧。上主听到以利亚的祈祷，互即个囡仔回魂，活过来了。以利亚将囡仔抱落去楼骹，交互因的老母。对伊讲：看啊，你的囡仔活过来了。寡妇讲：现在我确实知影你是上帝的罗卜，上帝借着你的话所讲的，拢是真实的。愿上帝亲自祝福伊的话，互咱听的人得到财物，得到帮助，得到祝福。咱下节要来邀请咱本堂的主任牧师、蔡牧师来分享信息。伊的信息的题目是圣经人物以利亚，咱请恭敬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咱做伙来敬拜上帝，也来静静来听伊的话。圣经中间安尼讲，人若无信心，就袂当得到上帝的欢喜。既然是到上帝面前来的人，拢必须要信上帝的存在，而且信伊要报赏追求伊的人。所以，如果一个人会当将伊全部的信心，拢寄托伫即个永远的上帝身上，我所相信，这个人绝对袂失望。但总是咱伫信仰的路程中间，有时会陷入迄个困境，咱会面对着真侪无共款的挑战。这挑战对咱的信心提出真大的影响，所以这是咱今日要面对的功课。安怎坚固咱的信心？伫信心的路程中间，咱要安怎去体验上帝的恩典？所以牧师要透过今日所读的经文，甲大家做伙来思考一个题目，就是信心的路程。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
是阮的主，你的话是充满快乐，是活泼有力量，会当影响、改变、更新、调整阮的生命。主啊，阮只是要静静来听你的话，领受你的恩典。恳求主你帮助阮，有属天的智慧，会当真正了解你的话，也会当透过安尼，就是你所享受的信心，互阮实践你的话伫阮的生命中间，来荣光你的性命。愿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以利亚的故事。咱对即礼拜开始，要用过来的礼拜时间来看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这先知，伊所服侍的地点是伫即个北国以色列。所以咱简单来看一下以色列人的历史。伫所罗门了后，伊的囝罗波安来接续伊做王，因为无适当的政策，互伊的国家分裂做南北两国。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北国的第一任国王叫做亚罗波安。亚罗波安是一个无敬虔的王，伊互伊的百姓去拜金牛，犯了拜偶像的罪，互伊以后的这国王甲百姓受到真无好的影响。当这个王位传到一个叫做亚哈王的时阵，拜偶像的情形更加严重。亚哈王是一个真无好的王。咱若看列王记16章的30节，咧描述这亚哈王的时阵，伊就讲到讲亚哈所犯的罪，比伊进前的王搁较济、搁较重。特别伊带一个某叫做亚西别，这王后伊是西顿王的查某囝。西顿这是一个敬拜巴力加巴力的某叫做阿瑟拉女神的这个偶像的一个国家。所以当这亚西别甲亚哈结婚了，伊就将这个敬拜巴力的这款的传统带来以色列，且亚哈王全盘拢接受，而且互伊百姓也做伙去敬拜巴力甲阿瑟拉女神。所以，就是伫这个属灵真黑暗的时代，上帝呼召先知以利亚来服侍当迄个时代的人，透过先知以利亚来更正改变这当时一些人因的信仰。所以咱会当想象以利亚伊所面对的迄款的挑战是偌尔艰难。伫以利亚要出来服侍进前，要做好的征战进前，上帝特别替安排一个信心的路程，就是咱今日所看的这段经文。其实这段经文进前，咱知影当时阵发生了旱灾，天无落雨，所以真济所在拢产生了饥荒。接续就是咱今日所读的经文，咱要透过今日所读的这个经文，来思考有关信心这件代志。咱要透过以利亚这个信心的路程，去思考咱安怎坚固咱的信心。今日的故事一开始安尼讲，圣经讲，上主对以利亚讲：“你到西顿附近的撒勒法去，住伫遐。”咱来看这个地图伊这地图真细啦大家咱看咱圣经内底的地图，我有一个空一个红色的这个箍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就是叫做撒勒法圣经讲伊伫西顿附近嘛我拄则有大家介绍过亚哈王的王后亚西别，伊就是西顿王的查某囝所以咱知影这个撒勒法这个所在接近这个西顿的所在，所以这是一个敬拜巴力的一个中心啦敬拜巴力的一个中心所以咱感觉真特别，就是讲上帝竟然叫以利亚去这个上界危险的所在这是一个敬拜巴力上界严重的所在，伊叫伊去遐住伫遐
咱等下来讲为什么爱有这个理由哈。然后这是伊第一个信心的考验，去一个危险的所在。然后接续哈，上帝佮对伊讲，伊讲我已经吩咐带伫遐一个寡妇供养你哈。咱来看今仔日的这个主角之一，就是撒勒法的寡妇。圣经无记载讲这个人伊叫什么名，但是咱若对圣经的记载中间，咱知影讲，伊是一个真送香的人，吼，非常非常送香的人。咱看见着，当以利亚去迄个城门口的时阵，伊看到这个寡妇咧抾茶，伊就对伊讲：啊，请互我一寡水啉。然后过来讲：啊，请倒一寡饼互我。叫这个寡妇来回答讲：吼，我对永活的上帝，你的上帝就抓，我无饼，我的罐仔内底剩一杯米粉，啊，甲一点仔橄榄油。我来遮抾茶吼，是要当去厝内底做最后一顿饭，互阮母仔囝食。吼，阮食了只有等死尔。所以咱知影讲，这寡妇是一个非常非常送香的人。吼，伊伫三方面拢真送香。第一方面，伊伫经济顶面送香。吼，伊无啥物产业，伊只有一杯米粉，啊，甲一点仔橄榄油，食了就一切拢无啊。经济顶面真善用，哦，真送香。啊，另外吼，咱知影伊是寡妇啊，伊伫关系顶面嘛真送香。伊只有一个囝，啊，咱知影这圣经中间所记载这囝应该还阁真细汉，所以这囡仔还未成年之前吼，伊无啥物人通好挖靠。啊，咱知影这个时阵是一个乱世的时阵，世界拢是饥荒，根本无人会注意这孤儿寡妇的需要嘛。所以无人来帮衬，伊只有家己面对这个苦难，所以伊伫关系顶面嘛真送香啊，无人要插伊啦。啊，最后一点吼，咱知影伫经济顶面送香，伫关系顶面送香的人吼，绝对爱坚强嘛。但是伊安那，伊伫思想顶面来送香。伊讲安那，伊讲这是阮最后一顿饭，食了以后只有等枵死。所以吼，伊就无望啊啦，嘛感觉讲无想要活落去。所以伊就是遮尔送香啊，是经济顶面送香，关系顶面送香，连思想顶面伊嘛送香。啊，咱想看觅，上帝竟然叫这先知以利亚去投靠即款的人，咱伫理性顶面无法度理解。要投靠嘛，爱投靠一个会当帮忙的人，对无？竟然投靠一个连家己都无法度帮忙的人，一个寡妇。这对以利亚来讲吼，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嘛。第三项，当然后来咱知影圣经中间上帝加新约，互因会当得到这个补满哈。但是，佫发生一件代志，咱看见着圣经讲过一段时间了，寡妇的囝破病，愈来愈严重，最后破病死去。叫寡妇就因为安尼吼，埋怨以利亚。讲上帝的奴仆啊，你为什么安尼款待我？你来到这是要互上帝记起我的罪，互我的囝死吗？寡妇因为家己的囝的死亡，开始埋怨上帝。囡仔的死亡，互寡妇甲以利亚，因拄着一个真大信心的考验。请大家要注意哦，以利亚因为囡仔的死，心内感觉真艰苦，伊感觉。袂当确定讲上帝到底敢袂当，互这囡仔搁活哦？伊咧祈祷的时阵，看伊是无确定的哦。伊甲寡妇拢因为这囡仔的死亡，拄着真大信心的考验。咱看见着无论去撒勒法，无论去投靠这个寡妇，无论去面对这个死亡的绝望，对以利亚来讲，拢是一个信心。真大真大的考验，但是咱来理解，这一切拢有上帝安排，因为这拢是上帝叫伊去做的。上帝安排这边的信心的路程的功课，其实是要帮助以利亚伊的信心。咱等下会讲到为什么上帝要安尼安排。咱先来看
以利亚透过这个信心的路程，伊得到什么款的操练？首先第一项，以利亚学习伫逆境中间，伫伊无法度理解的中间，伊去学习顺服。这款顺服，都互伊体验到对无到有，上帝是一个全能供应的上帝。咱看见着上帝爱去杀律法，这是一件危险的代志，对伊来讲是无安全的代志。但是伊无问啥物货，就顺服，就去。上帝爱去投靠一个连家己都饲袂活的寡妇，伊嘛无问啥物货，伊就去。伫这段经文中间毋是简单，这个以利亚顺服，杀律法的寡妇，伊嘛是顺服的典范。咱爱想看卖伊的处境。其实伫每一个时代中间寡妇拢是属于弱势的族群啊。特别伊囡仔若还未大汉进前，无囡仔来照顾伊的时阵，因更加弱势。咱知影这是一个乱世，虽然顾性命啦，寡妇的命运就是真凄惨啊。因为人人拢为着家己生存咧挣扎，根本都无迄个气力去照顾这孤儿寡妇啊。现在这个寡妇伊奉上帝的命令爱供应这个先知，这可怜的妇人人领剩一杯米粉，甲一点仔油，得要枵死啊！但是咱看见着圣经安尼讲，以利亚来要求，伊就去照以利亚的吩咐做，因为伊相信以利亚是传讲上帝话的人，伊相信上帝话所以圣经中讲，拄啊亲像上主借着以利亚所讲的、所应允的，罐仔内的米粉无用完，板仔内油也无用尽。互人感觉上较特别的是讲，这个妇人人伊毋是以色列人伊是一个外邦的妇人人。上帝竟然使用伊、感动伊，伊也做出信心的回应，顺服而且遵守了上帝的吩咐。因为这款无私的分享，伊互伊甲伊身躯边的人，拢体验这个心力更较深。所以，因为因顺服，因共同体验，就是上帝对无到有是一个全能供应的上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理解，咱讲，咱对上帝有信心，但是信心是爱甲顺服配合的，因为完全的顺服就是信心的表现。但是伫遮牧师若爱提醒大家，信心是上帝相信上帝的应允，顺服是顺服上帝的话，毋是顺服咱家己想象的啦。咱来理解咱要操练顺服，爱先操练一件代志。就是爱操练研读上帝的话啦。咱要操练咱的信心，咱爱详细看上帝的应允。上帝的应允就是写伫圣经中间，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伫这个时阵牧师就阁有制度性的行销咱这礼拜查经班要开始啊。这礼拜查经班咱要开始来看马太福音书第8章。这是咧讲新约基础，耶稣所行的新约基础。牧师要特别利用这礼拜的查经班，甲大家分享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就是新约基础的目的啦。咱拢足期待经历新约基础啊，但是有的人就是感觉敢用无法度经历着上帝的新约基础啊。咱爱先理解为什么要有新约基础。新约基础的目的是啥物？这其实甲今仔的信息有关系。咱查经班牧师会更较深入甲大家分享新约基础的目的是安怎。所以伫遮爱提醒大家，咱要顺服，就是爱顺服上帝话。所以顺服的前提就是咱爱先去操练研读上帝话，这是牧师的真重要的提醒。第二项，咱来看伫这信心的路程中间。以利亚学习到啥物货？其实伊拄着的情形就是绝对的绝望啊！但是伊伫绝望中间学习仰望上帝，
所以伊就去体验到，上帝是一个互世人会当过活的上帝，是一个掌管生命的主。咱看起着，伫以利亚伊体验信心的路程的课程中间，伊上界大的体验是啥物？完全的绝望。哦，事实上就讲，无一项代志伊会当完全掌握的。世界拢发生旱灾、无粮食、饥荒发生，佮家己一点仔困难嘛无。啊，要去投靠的人嘛是一个丧乡的寡妇，连家己都饲袂活，这完全的绝望。寡妇的囝死去，咱来知影死亡是咱人类上界大的绝望。靠家己的能力，你敢会当挽回死亡？无法度嘛！你搁有较大的能力、较大的权势，你都面对死亡，你都无法度啊！一点仔机会嘛无。但是伫伊完全绝望的时阵，上帝却开始做工。咱看见着以利亚伫完全绝望的时阵，伊无放弃仰望上帝。伊安那？伊做一件代志，伊将这个囡仔抱去顶面楼顶，伫遐来求救上帝。伊祈祷上帝讲：主啊，你为虾米降灾祸互这个寡妇？我照大伫伊的厝内底，你却互伊的囝死。所以伊三遍拍伫这个囡仔的身上来祈祷，求上帝互这个囡仔恢复。以利亚无了解上帝为虾米允准这个囡仔死亡。这个寡妇已经完全无瓦靠啊！伊死亡剥夺夺走这个寡妇所有的愿望。啊，以利亚嘛无法度，伊只会当专心仰望上帝。但是咱看见着这个祈祷了，上帝互这个囡仔过活。以利亚嘛对这件代志非常非常欢喜，伊将这个囡仔抱落去，交互这个寡妇讲：看，你的囡仔活起来。所以这件代志坚固了寡妇的信心，同时也坚固了以利亚的信心。咱看见着寡妇安怎回答？伊讲：现在我确实知影，你是上帝的奴仆，上帝借着你所讲的话，拢是真实。伊去经历着上帝这么大的一个力量，伊知影以色列上帝是会当医治人的性命。甚至会当互死人中搁活的一个真神上帝，互人生命的上帝，这是伊真实去经历到。因为这款的经历是对完全的绝望来。最后，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想一件代志，就是这本信心的路程，对以利亚来讲是什么款的目的？咱来明白，其实上帝为什么要安排以利亚到撒勒法这个所在？撒勒法这个所在伊原文的意思是一个化练场就是咱来用华语讲，就是冶炼的地方，是咧炼物件的所在。炼就是透过火烧来锻炼，来互迄个金属搁较金属搁较纯粹，是一个冶炼的地方。所以，先知以利亚来到这个撒勒法这个所在，是要锻炼伊的信心，加强伊的信心。为什么要安尼做？因为咱知影，咱拄则讲过，亚哈王甲王后亚西别，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对敌，足大的挑战。所以，以利亚伊要面对这两个人，伊必须要有更较大的信心。咱后一讲就会分享到，以利亚伫加比山顶面，甲850个巴力甲阿瑟拉的先知对抗，这需要真大的信心。所以上帝伫伊甲人挑战征战的进程，安排伊到撒勒法这个所在，去锻炼伊的信心。咱来理解咱的生命中间，可能会体验到真侪上帝的新约技术，但是咱来理解一点，就是讲新约技术毋是信心的基础。信心的基础是咱对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的确信。
咱相信耶稣基督是咱生命的救主，这是咱信心的基础。信仰基础毋是咱信心的基础。啊，你为什么要有信仰基础？信仰基础的目的就是讲，帮助咱伫这个信心的基础顶面来建立，互咱加强咱更较大的信心。你若将信心建立伫信仰基础有一天你若无建立信仰基础，你的信心就放弃啊。所以信心的基础是咱对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的确信，对上帝绝对的信靠。然后咱透过上帝互咱经历的信心的路程，去加强咱对上帝的信靠。上帝互咱经历真侪信仰基础，实际上是为着装备咱去行更较大的代志。经历哪侪信仰基础的人，咱就有哪大的责任。就是爱用咱的生命为上帝做见证。检查有一寡人会产生这款的疑问：咱伫圣经中间所看到以利亚甲寡妇的体验，咱家己敢真正有这款的体验？确实是安尼啦。有时阵咱真较无咱会当经历圣经中间别人所经验的信仰基础。咱期待讲咱破病拢会当得到医治。咱期待咱的事业会当大大扩展，咱期待咱的囡仔拢真听话，拢会当功成名就。但是有时阵，生命中间每一件代志无一定是遐尼顺利。咱要安怎看这个代志？请大家爱记住一句话，就是牧师不断提起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第8章28节。这段经文，咱讲，咱爱知影万事互相效力。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所以咱如果若真做一个听上帝的人，对上帝有信心的人，伫咱生命中间所发生的每一件代志、万事，拢会当为咱的生命带来真大的稳定。无论是好事，无论是歹事，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咱拢会当透过安尼去经历上帝大的稳定。最近我的牧师娘妲经历第2遍的癌症的治疗结束。其实这几天来，对阮的家庭来讲，确实是毋是真简单的代志。有人咧问讲，做一个牧者，我安怎看这个代志？确实伫这过程中间，陪伴牧师娘治疗的过程中间，对阮厝内底每一个人，包含我的囡仔，拢毋是真简单的代志。但是，阮伫这个过程中间体验到，这是上帝互阮的信心的路程。信心就是，当你看到亲人受苦的时，你家己无能为力，你有缘会当自信去看见上帝伫这中间的稳定。检查伫治疗的过程中间真艰苦，但阮当时也领受真侪来自教会中间兄弟姊妹的关心甲支持。我也确信，伫这个过程中间，阮全家得到的鼓励，嘛会当真做真侪共款拄着相款问题的人、上端挑战的人的帮助甲鼓励。亲爱兄弟姊妹，圣经中间安尼讲，兄弟姊妹，恁遭遇逐项试炼，应该认为是通欢喜的。因为在恁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恁来忍耐到底，才会当达到十全十美，无任何亏欠。上帝伫咱的人生中间安排真侪这个信心的路程，互咱会当去去训练咱更较顺遂的信心。亲像咱等下要吟的这首诗歌，伫咱的手部内底。新圣诗的587首，伊的副歌安尼写，伊讲：济济事明日会临到，济济事恶得明了。咱明仔载要发生啥物代志，咱无清楚。有一寡发生的代志，咱嘛无明白为什么会发生伫咱的生命中间。但是我深知主掌管明日，伊牵我一路行透。伫咱人生的路程中间，伫每一步中间，上帝甲咱三角行，帮助咱提升咱的信心，
互咱会当避办咱本身，来迎接上帝互咱更较大的稳定。所以，如果兄弟姊妹，你现主是拄着真大的困境，请相信，上帝伫困境中间要带予你真大的祝福。只要你若愿意倚靠上帝来超越过这的试炼，上帝会赐福予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伫阮的人生中间安排无共款的代志，互阮经历。阮确实无论顺境逆境，无论好事歹事，主你拢会当互每一个敬虔的人，倚靠你的人得到祝福。阮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操练阮的信心，互阮会当仰望你来得到帮助。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感谢蔡牧师的信息，愿耶和华祝福以利亚的信心，也祝福伫咱乡邻教会众兄弟姊妹，阿门。咱续接，咱来吟新的圣诗587首，伫咱周报的第4页、第5页，请起立。
请坐。伫咧奉献的大声，我代表双连教会来欢迎你。若是第一摆参阮做伙来敬拜上帝，阮真正欢迎你伫座位的头前有迄个留名卡，麻烦你用淡薄时间，把你的资料写好，交予阮奉献的执事。阮真正欢迎你，逐礼拜来教会三甲来敬拜上帝。欢迎你将双连教会成做你属灵的家，咱直接来奉献。请起立，做伙来祈祷。至尊阿爸爸上帝，主，阮感谢你，奉献担保，愿你欢喜接纳，成做双连教会的路用，成做圣工的路用。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
线接我来报告，咱掀开咱的周报，第6页，本会消息。第一点，咱家己来看。第2点，全教会的培灵会，伫个即礼拜6、3月20，上午9点40甲12点30，咱的主题是践行世俗的挑战。咱要邀请台南圣院的院长胡忠明牧师，请大家来报名。咱报名到今仔日为止。第3点。遗体关怀，本会会友黄福美姊妹伫个3月70安孝主怀，定伫个4月71礼拜4上午10点，伫个第2殡仪馆景阳楼2楼至善一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咱掀开第8面周报第8面。第4项，社青牧区的消息报告。咱社青牧区要举办职场面面观座谈会。职场就是上班的所在吼，你咧拍拼的所在吼。伫即个过程中间有诚侪足优秀的咱教会的同工要来分享。时间是伫个3月21，就是后礼拜日。下晡1点半至3点半，地点就伫个即个所在10楼礼拜堂吼。咱期待咱真正咱踊跃来报名吼。伫即个过程中间，你会听到真侪好的见证，以及咱信仰的帮助吼。过来，线接装备委员会的消息。第一，装备的课程拄牧师有置入性行销，大家有听到吼？那尽量会当来报名吼，后日3月16开始吼，有连续9堂课吼。过来看第9面吼，成长班、成长班、成长班吼，这是对无导友的啦吼。成长班然后一礼拜3月26开始吼，咱遮写是写3月19，迄天唔好来吼，3月26才开始吼，一直到6月初4来结束。好，报告以上，咱请牧师来欢迎来宾。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遮有蔡素华吕玉轩因母女吼，伫毋知坐伫倒位？好，来请起立吼，阮来欢迎哈。因是对屏东和平教会来欢迎恁哈。阁有周在元先生，周在元先生毋知坐哈，伫头前哈，欢迎，请坐。其他到第一遍来教会无咱介绍着请这贵宾等下咱去甲咱的贵宾席互咱做进一步的交代甲介绍。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保守看顾阮，互阮得到平安。阮特别将阮在座所有兄弟姊妹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如果有身体欠安的，求主你亲自医治保守；如果有心神软弱忧伤的，求主你亲自安慰。也互阮学习，成做一个听的团体，彼此来祷，互相关心。互阮会当伫教会生活中间成就你的心意。阮将所有兄弟姊妹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阮特别将今早起来到阮中间的新朋友蔡素华、吕玉轩以及周在元先生，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因，互因的身体心灵拢得到主所赏赐一切的平安。阮也将在座所有兄弟姊妹完全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来上音
祝福诗歌513首，愿上帝赐福保护你，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表导谢阮恭受差遣。